来继续来看台北市长郭文泰就要卸任咯。副市长等25位一级的首长，依照着惯例，伫个早起来总辞。伫个郭文泰的任内，也是无法度启用的大鸡蛋。新任的市长蒋万安伫个选举的期间有讲过，讲要拼伫个就任的1年内完工启用，敢做会到呢？郭文泰讲，大鸡蛋就是卡伫个中央，讲中央已经审查1年8个月咯，只要审查过关，后续都会真顺利。主题边关团局长刘奕霆真罕得穿规水西装，甲市长郭文泰怀种种收来，两个人笑甲真欢喜。8年歌市府都伫要结束，副市长潘金星带包括关团局在内25位首长总辞，有感谢，嘛有祝福。蔡副市长一下哦，生病在家哦，所以我们还是要谢谢他。是台北市长8年哦，那首先要感谢我们全体同仁的支持跟付出哦。不过有市议员统计，到今年9月底，郭文泰任内有113一级首长离开台北市政府，用人的管理体系，敢有需要检讨？退休的、转往中央发展的，甚至在府内升官调职的都有。不过你要跟其他的县市来比较，我自己看过是还好，因为刚当政治素人哦，磨合是有问题。真无简单，找到处理市政的步调，郭文泰就要卸任。无法度启用的大鸡蛋，嘛变做新市府团队的任务。伫要上任的市长蒋万安，今仔下晡嘛要亲身来听简报，要来实现竞选期间的承诺，要伫上任1年内完工启用大鸡蛋。身为先辈8年，要是无法度把握好，郭文泰敢有啥物建议要予蒋万安？审查送进中央已经审了1年又8个月了，根本。那个只要中央过了，其实后面都很容易。郭文泰认为头过、审读过中央的审查也是关键，都要看蒋市府要安怎处理，互这2能会当启用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乃瑜，要教给大家2个任务。第一个，华视新闻的脸书专页，你按赞了吗？还有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，赶紧订阅起来，还要记得按赞，开启小铃铛哦。